有民众带查某囡仔去到这个云林某一间游乐园耍水，煞伫咧使用这绿箭吹风机的时阵，想袂到熊熊喷出火星，致使这囡仔去烫到，而且这衫也去烧到。游乐园表示讲，可能是伤过自然使用啊，会叫厂商来加强维护。查某囡仔的衫留着臭味大的痕迹，皮肤也整起来，家长看甲真唔甘。安怎也想袂到，耍水结束要吹干，煞互吹风机烧着伤。2分钟，然后他突然开始爆的一声，开始起烟雾，然后小朋友吓到，然后手还拿着吹风机，然后接着他第2声爆的时候就是火花。代志发生伫10日，吴小姐表示，迄当时带查某囝到云林这个游乐园耍水，了后使用园区的豆白色吹风机，煞听到爆炸声，甲呛出火星，惊甲唔敢过用。园方表示，最近天气烧热，技术使用伤过接，发生过热故障。除了我们每天有来做定时的检查以外，那我们的厂商也会在每2个礼拜来去检查1次。那伫南投草屯这个游泳池，逐工也有不少游客来耍水，吹风机使用率也真悬。为着减低液化机率，除了避免几支吹风机伫同一个时间使用，也准备几批吹风机，隔2-3点钟就换咧使用。我们会在吹风机上面贴我们的购买年限。那我们在人流量大的时候，大概每3小时会做一次吹风机的替换的动作，避免它去做过热。好，那定时也有人员去闻啊、去看啊。其实吹风机会就是最大的问题是过热啦。业者表示，今日热天气温悬，加上热热，最近来客量也加活3成。因为吹风机属于高功率、高耗电，除了加强酸碱味道，若有过热还是臭味大味道的换新品，民众使用的时也要注意，避免长时间还是浸淡使用，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